請各位記得俾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，係免費㗎，只要撳埋個鐘仔，有新片嘅時候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。地道嘅爐端燒，師傅喺爐邊用竹籤插好啲食材，等佢哋俾炭火慢慢烤熟，然後佢就用支長木杖將微微焦香嘅食物遞俾你。不過街坊版呢就冇咁考究啦，但係一樣都好有氣氛嘅。俊文就揾到一間喺麥田區咁樣嘅小店，去開嗰度，梗係順便參觀埋附近有名嘅北齋美術館啦。身在此山064炭爐端燒上北齋。坐 JR 去到兩國站，行大約5至10分鐘就可以去到北齋美術館。呢間美術館嘅建築好有特色，由日本著名建築師梅島和世設計，遠睇有啲似個英文字母 M。外牆係銀色金屬，不規則嘅切割反射出周圍嘅景色，好有現代感。我哋嗰次去啱啱趕上佢哋嘅特別展美人畫系譜，展出浮世繪時期唔同畫師畫嘅美人畫。雖然風格唔同，但係都畫出嗰個時代日本女性嘅美態。美術館仲搞咗個投票嚟同參觀者互動，睇展板上嘅顏色貼紙，原來喜多川歌磨嘅作品最受歡迎。2025年 NHK 綜合頻道啱啱播放完大河劇《大膽狂徒鳥蟲繁華如夢故事》，講述傳奇出版人同多位浮世繪畫師嘅故事。美術館樹立咗劇中人物嘅巨型海報，梗係要打下卡啦。日本人最叻係用電視劇呢啲通俗方式教育國民認識歷史文化，例如浮世繪畫風係點樣形成，娛樂同教育一啲都冇衝突。旅遊期間仲有個北齋漫畫展喺位於京橋嘅 Creative Museum 舉行。個識北齋嘅神浪川衝浪女人人都識，但係佢擅長畫漫畫就唔係好多人知道。嗰度展出咗佢大量嘅速寫，有人物、動物、風景同奇想，睇到佢大膽嘅筆觸、精準嘅線條同埋充滿幻想嘅圖像，完全走喺時代前頭，難怪影響後世漫畫同插畫嘅發展。嗰個展覽好受歡迎。策展單位安排嘅參觀路線相當細心，俾我哋有秩序咁近距離觀賞畫作，睇到過足癮。吸滿咗藝術靈氣之後，係時候醫肚。津文同碧如就去預訂好嘅爐端燒小店，一行入去，只見坐滿咗後生仔後生女，佢哋坐喺廚師面前，睇住師傅喺炭爐燒烤食物。可能真係好味啲。爐端燒嘅雞、牛、蝦逐樣上台，最後嚟個熱辣辣嘅鮮蠔焗飯，暖粒粒又鮮味，食完真係想即刻 encore。